中职富邦悍将今天发布新闻稿，宣布与前悍将总教练叶君璋提前终止合约。悍将领队蔡成儒表示，期盼叶君璋加入第5队味全龙后，能帮助他们筹组新球队，将有助于台湾棒球发展。球团表示，富邦悍将自2016年底加入中华职棒，即延聘前义大犀牛总教练叶君璋担任悍将队史首位总教练，借重其历任美职、中职与2届经典赛中华队教练之丰富经验，为球队建立重要基础，带来许多新观念，并帮助球员成长提升。悍将表示，叶总教练2年多来率领悍将球员于职棒场上奋战不懈，为球队拿下一场又一场的胜利。富邦悍将非常肯定与感谢叶总教练的付出与贡献。悍将球团经过长时间思考，基于台湾职棒整体环境发展所需，考量叶君璋具备丰富经验，能够为第5队组队带来稳定起步。球团也尊重叶君璋接受全新挑战的个人意愿，决定提前终止双方合约关系。悍将领队蔡成儒表示，叶君璋总教练对富邦悍将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人才，为考量职棒整体环境需求，也尊重其个人意愿，而忍痛提前终止合约。蔡成儒也说，我们衷心希望叶总教练的加入能够为第5队筹组带来稳定的力量，更期盼第5队的完整建立将有助于台湾职棒的正向发展，进而吸引队伍与资源投入，和富邦一起为台湾职棒环境的整体进步而努力。